政府实行中照2点控已经5年多了，这卫福部要精神病人长期照顾的示范计划。立委王婉如今日召开公听会，真侪专家拢希望这个示范计划会当继续办落去，予特殊的精神病人有专门的中照中心甲服务。不过卫福部的官员却认为，精神病人加入去一般的中照中心，才会当洗清精神病人的歹名声。 精神病人因为症头特殊，卫福部自2020年开始特别提出精神病人长期照顾示范计划。立委王婉如12邀请专家召开公听会，将对这个3年示范计划提出意见，甲对未来政策的建议。在这1、2个月的这个因为休会期，我们去一些机构来做参访和了解之后，发现其实还有一些问题，还有一些现状是我们可能必须要提出来一起讨论的，然后看这些问题怎么样如何能够来解决。有社工表示，第一线的长照服务人员拄到精神病人，定唔知影安怎甲因相处，因为上过相关培训课程的服务人员比例真低。人员在还没有对精神病人有相当认识的状况下，当然会影响他的一个评估。所以以目前的27.6%的状况下，它是有持续进行的一个必要性。虽然在座未少专家表示，希望精神病人专门的长照中心甲关怀据点会使继续设立，但是卫福部心理健康司讲，伫人口无遐尼侪的所在，真恶替精神病人，搁设立独立的长照中心，未来也是会以融入一般的长照中心为主。整个来讲，我们建议是采混合式的，就是以融合式为主，可是也不反对有一些单独的这个精神长照，用这样的一个模式，比较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。卫福部嘛表示，精神病人融入现行的长照服务体系内底，嘛会使避免污名化精神病人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